嗨，各位網友大家好，我係 K 就近排咧就睇咗一啲嘅 YouTube 嘅影片啦，就係佢話深圳嘅相親男女比例係1:50。现在的相亲市场里，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衡。就拿最近深圳、南京举办的相亲局来说，平均一个男人能和50个女人配对相亲，然後再從這50個女人當中挑挑揀揀，選一個自己最心儀的。今日同大家分析下呢一樣嘢係咪真嘅？如果係真嘅話，咁我估應該好多港男都上嚟揾深圳女人啦。如果你話其他嗰啲之前嗰啲背景話深圳女仔唔係話太過即係性格上面或者咩嘅方面呢，其實我覺得依家其實都唔係話差太遠嘅啫。咁你都過嚟深圳呢一邊，你都同一啲嘅人去接觸過，其實兩邊即係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20幾年前。話即係揾啲大陸老婆，話完全係即係攞晒啲錢走嘅。其實，今日咧就分3點去同大家去分析下，到底呢啲嘅男女比例相親比1:50係咪真係咁嘅樣嘅呢？好啦，咁第一個呢，就係我喺深圳呢，其實即係大概都2年左右啦，咁亦都搞過唔少嘅交友活動，咁同相親活動就唔係太一樣嘅。當然兩個亦都有一啲一樣嘅地方，就係都係為單身者服務。但係咁交活動同相親活動有咩唔同呢？交友活動主要呢就係即係興交流，即係粵語交流或者唱下 K 或者去行下山等等，都係大部分啦90%都係一啲嘅單身人士。好啦，咁相親呢就係主要係 speed dating 或者1對1啦。咁speed dating 嚟講呢，即係大家都知道換桌，可能即係table for six。即係喺一段時間咁樣3換3咁樣男女咁樣換場，可能就自我介紹。1對1更加係一個更加之直接啦，就可能你30分鐘會面。簡單嚟講就係私董會，喺一個嘅30分鐘入邊，你要講你自己有幾多，即係大概啦，隱藏住幾多資產，你嘅收入幾多，或者你有咩才華興趣，或者你兩個價值觀呢，就喺30分鐘入邊呢去講晒。當然啦，喺相親模式嚟講呢。我自己覺得即係我比較 prefer 都係前一種，即係我哋而家做緊呢一種，咁又比較輕鬆好多嘅，又唔使話咁尷尬，好似呢，即係完全係做一個叫硬相親咁嘅樣。好啦，咁就講翻1:50先啦。即使我哋自己都覺得喺深圳嚟講，如果你一個交活動其實可以做到1:1嘅比例呢，其實已經相當之唔錯。可能你咁樣講，喂，你哋做1:1啫，其他嗰啲係咪真係有啲高手可以做到1:10、1:5、1:2咁樣？但係其實我識咗即係呢度深圳啦，呢啲行業嘅大佬或者一啲嘅社團領袖都好，成日都搞活動，其實都好難去做1:1。即係你話要做到男3女2嚟講呢，其實已經都好唔錯。咁啊，更加見過男2女1都有唔少添。當然啦，呢要睇活動性質嘅。尤其是如果你話羽毛球或者一啲嘅桌遊嚟講呢，可能女性嘅佔比呢可能比較高少少，但係你話要去到1:1呢，其實都係有啲難度。其他嗰啲咩爬山活動可能更加之多男性啦。講真，深圳嘅男性嚟講非常之多。呢一個呢，就講到第二個數據啦。咁到底即係深圳男女嘅比例到幾多呢？咁又即係我查 AI 啦，其實深圳男女比例呢係男1.25:1嘅。咁其實有啲人話即係嗰啲男性已經放棄咗呢個相親市場，當然唔會嘅。我哋見過咁多交友活動嚟講，即係各行各業嘅人都有，你做餐飲，你做電商或者做 IT 嘅，其實呢堆都經常過嚟交活動。咁何況係相親呢？所以其實如果你話相親市場嚟講，真係冇乜可能去到1:50，或者甚至係女多過男嘅比例。但係你會可能去睇相親角，相親角係女好多，即係嗰啲埲牆好似2:1喎，即係女2男1喎。但係大家睇下相親角，其實你去到嗰度你都知道，因為我哋之前呢亦都即係去過相親角幾次嘅。因為你大家都睇到嗰啲人係咩人？嗰啲人全部都係佢哋嘅阿爸阿媽。阿爸阿媽去嗰度做乜嘢呢？當然啦，你可以話佢哋真係想物色下，即係隔離個阿公阿婆個仔係仔女到底合唔合適。第二就係佢哋呢，即係想揾老盤，分鐘呢都唔係一定係話佢話想介紹自己個仔女俾人識嘅。所以呢，有好多嘅你去相親角招致入邊啦，你去聯絡，其實主要都係聯絡翻佢哋嘅父母，
你分咗嗰個佢個仔女嚟講呢，即係你係完全聯絡唔到都唔出奇嘅。所以呢，即係如果你話嘅話，老豆老母寫招字嘅話呢，即係呢個係唔可以反映係一個男女比例相稱嘅一個現象，呢個數據嚟嘅。好啦，咁第三個分析就係即係我平時亦都唔識唔少嘅參加者，都係有啲香港嘅男士啦，即係40歲左右嘅。咁啊，佢哋亦都有上嚟玩一啲嘅相親大會。不過佢哋上嚟玩相親大會，問翻佢哋啲反饋係點樣呢？其實佢哋啲相親大會主要係俾即係女人係大概都係40歲左右嘅，男人大概都係50歲左右嘅。咁啊，你話可能女係多少少，或者即係去到1對1，但係呢一個係一啲嘅中年，應該係去到40幾50歲呢個 range 呢個範圍嘅人先係可能去到相親大會，可能女性比男性仲多少少嘅一啲嘅情況出現，所以話你相親大會嚟講，可能最高去到可能1.5比1，即係女比男，但係嗰個嘅年齡層呢係去到40幾50歲。咁你講真啦，即係男人都係想揾年青嘅，即係越細就越好㗎。其實呢啲即係男人嚟講呢都知道㗎啦，呢啲秘密嚟講。所以其實呢啲嘅數據嚟講，根本就冇乜可能去到1比50。好啦，咁問題就在於邊度呢？點解會有呢啲咁嘅抖音或者自媒體會講呢啲咁嘅片呢？就真係非常之簡單嘅啫，即係睇下佢嗰啲頻道係講啲乜嘢，即係佢就係想講大陸唔好嘅一面嘅。咁當然啦，要講大陸最唔好嘅，一定係誇大或者呢完全係冇任何嘅數據去支撐住，亦都冇自己呢就係親身過。咁另一種呢，就係佢哋玩抖音，抖音就係一個非常之亂嘅一啲嘅平台嚟嘅，即係你可能博流量就係諗住講一啲嘅話題，非常之令人注意嘅。其實你可以話女比男100比1都得㗎，1000比1都得㗎，因為佢哋主要係攞個數據嘅啫，攞個流量嘅啫。但係背後只係即係同你吹下水，其實都係冇任何嘅真實嘅社會數據嘅。所以呢，其實大家可能睇抖音或者睇小紅書呢，即係都要自己去反思翻，或者你自己真身去過。如果你唔信，你咪過嚟呢啲嘅相親大會睇一睇，咁真實嘅數據係啲乜嘢呢？而且佢哋年齡層係幾多呢？所以呢啲喺一行業呢，你要做，即係或者我自己啦，即係做過好多嘅分析或者調查嘅，所以先知道真真正正嘅一面。咪嗰日同大家講下呢個話題啫。之後亦都可能會同大家講下一啲嘅即係自媒體話好多爆流量嘅話題唔係真嘅。即係例如女性嘅相親市場嚟講呢，即係咪啲紅娘30幾歲就完全唔理你啦，或者喺呢邊嘅男性完全放棄呢個嘅相親市場啦，或者呢一啲奇奇怪怪嘅一啲嘅相親或者交友問題，之後再同大家講啦。咁下集再見。